花莲市的花东粪扫场，你看，搁发生火烧啊！所以这个情形呢，规个粪扫场拢迄个大火包掉，火足猛。但是这款哦，对9月到即马已经发生3遍啦。大家民众拢在讲啊，拜托的啦，县长啊，你讲唔免出来讲一下话，看有啥物解决的方法无吗？ 花莲市花东粪扫场内底，感觉是红色的火直直咧烧，白烟沁起咧天顶，大火强要甲粪扫场围起来。多上消防人员骑伫咧消防车撞水炮火，灭火嘛是烧个真险。花东粪扫场已经毋是第一摆发生火警，敢若会9月到今，伫咧9月12、10月16拢有火伫咧烧，甚物到昨搁发生火警。 粪扫场酷酷咧烧，互附近的民众看袂出的，因为粪扫场伫咧1801年3月就无咧大厦，目前放咧行，想要到因为粪扫短收济，总计收济沼气，拄着高温就开着火。有网友讲，官府下当家己出钱解决，嘛点名花莲县长徐正惠，敢讲拢免出来讲话，或者是看倒位爱补救。是沼气外泄有请他们有埋设这个沼气管，每天都要灌水啊，不要等温度上升以后才灌水，每天要监测，不能等温度高或者是怎样才做这些防护。甚至还有哪几个乡镇都持续在堆叠这些垃圾，光北区这样子已经烧了好几次，快速把这些垃圾去化，要不然下一次烧的不会只有花莲市的垃圾掩埋场，其他垃圾掩埋场会陆陆续续发生这样的状况。 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和菜店伫咧丰美的美仑地区及安乡，受风向的北部空气拢臭公公，和民众偏甲心情真歹。目前火势已经控制，现场嘛消防人员继续监控。啊，若导火的原因，敢是因为沼气泄漏，或者是粪扫短收济，会搁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